大家好，我是黄玉珍，目前在科切拉佛教中心担任客服经理，也是法会小组的资深成员。我在几年前透过科切拉的慈善团体“科切拉相济除”而认识我的上师珍贵的赞杜古仁波切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关于多杰雄灯会伤害修行人的这种错误说法。首先，多杰雄灯并不会如谣言所说的那样会伤害修行人。为什么我能这么肯定跟你们说呢？让我用几个角度来跟大家解释。第一，作为一名佛教徒，入佛门的最基本原则就是皈依。皈依三宝，即是皈依佛法僧。那什么是皈依呢？根据菩提道次第掌中解脱的教诲，皈依是全然相信并依止三宝。什么叫全然相信三宝呢？就是全然相信三宝能保护我们免堕三恶趣。至于什么是依止三宝，就是除了深信三宝能保护我们免堕三恶趣，还将佛视为能替我们治病的医生，法视为药物，僧视为护士。换句话说，皈依三宝就能使我们不堕恶趣，那就更不用怀疑，皈依三宝能够使我们不受非人伤害。因此，说多杰雄灯是邪灵，而且会伤害修行人，是违背了皈依之理。上师尊贵的赞杜古仁波切曾说：以清净心不断持诵皈依文，并深信三宝的加持，就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，任何来自非人的伤害都能消除。可见皈依的力量之大。因此，何来多杰雄灯伤害修行人的道理呢？修行人本来就是已经皈依三宝，在三宝的庇佑之中了。第二，如果修行人真的被邪灵伤害，我们可以向各个教派的佛教大师求助。我们向他们求助，是因为他们修行有高成就，也拥有普度芸芸众生的慈悲心。佛教大师自然拥有调伏恶劣众生的能力和慈悲。那么，区区的驱赶邪灵，保护修行人不受到邪灵伤害，就更微不足道了。藏传佛教史上从来就没有惧怕邪灵的大师，有的只是一再以慈悲及善巧调伏恶灵的大师。若多杰雄灯真的是恶鬼，为何400年来没有任何一位大师将他给调伏呢？第三，要谈佛教传入西藏的历史，就不得不提莲花生大士如何施法调伏藏地鬼神，让当地鬼神降服于佛教，护持佛教在藏地的弘扬。这段历史完全展示了佛教大师能降服妖魔鬼怪的能力。近代史上，佛教大师调伏鬼神的故事也是常有听闻，也不是什么稀奇事。我的上师珍贵的赞杜古仁波切的根本上师迦杰颂仁波切，除了是一名佛教学者、辩经大师，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，也包括了他如何善巧调伏鬼神之事。藏传佛教的缘起跟调伏鬼神息息相关，怎么到了多杰雄灯这个所谓会伤害修行人的恶鬼，就降服不了了呢？第四，藏传佛教有许多显现愤怒相的本尊与护法，就好比西藏人最为熟悉的吉祥天母护法、大黑天护法等，这些护法都是修行人可以皈依的对象。护法神也肯定能保护修行人免受邪灵伤害，因为护法神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护持修行人。打个比方，修大威德金刚密续的修行人会修阎王护法，阎王护法会护持修大威德密续的修行人。修金刚瑜伽母密续的修行人会修狮驼领主之法，因为他们会保护修金刚瑜伽母的修行人。因此，说修行人会被一个邪灵伤害，是等于说这些本尊和护法神没有办法保护修行人吗？这样说就非常不合逻辑了。
修行人若如理修行，不管是修哪个法门，都是能获得修行成就的。怎么突然面对多劫熊灯，修行人仿佛就束手无策、无依无靠了呢？难道多劫熊灯这位他们堪称是一位邪灵的法力，会比这些本尊护法神高强吗？邪灵凌驾于本尊及护法神之上，这还是前所未闻。智慧护法及高深大德都不能降服的多劫熊灯，到底真的是一个邪灵，还是因为别有居心的人政治化这位拥有400年历史的护法神，让他做代罪羔羊呢？多劫熊灯到底会不会危害人？这问题，不如大家用逻辑思考一下，再来下定论吧。谢谢。